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1月7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林雅纯。新闻头先来关心这个 F-16V 战机摔落去海里，飞官新笔的到达有关是下落不明。空军表示讲，无收到伊的救生装备的信号，无法度来判断飞官敢有顺利来跳伞，也目前是扩大伫咧搜救当中。另外，军方也有指出，这新笔的捌回报讲，战机顶头负责整合各种资讯显示的任务电脑 MMC 出现故障。专家就表示讲，这若是伫咧云内底，或者是暗时飞行的时阵，拢得爱挖靠这资讯，若无恐惊是会出现空间迷向，就真危险。涉事的飞官新笔记目前还搁咧搜救，这战事故也互外界关注战机飞行当中飞行员正挖靠的关键系统模组化任务电脑 MMC。军事专家形容 MMC 就亲像是战机的大脑甲神经中枢。F-16上面上百种的这些东西，都必须要靠它来做这个我们来讲说转译也好，还是去显示也好，所以它扮演的角色是这一个。F-16战机有上百种感测器、航电甲武器系统，各种资讯必须要透过 MMC 整合甲显示，飞行员才会当伫咧高速高压的飞行环境内底即时判断操作。尤其伫咧混乱、迷失、等等视角无啥通参考的状况之下，佫较需要靠这的资讯，因为空间迷失是飞行员上致命的风险之一。我们坐火车的时候，最容易有这种经验。我就低头去看个东西，突然我看旁边的车在走，其实我以为我的车在走，对，其实是旁边的车在走。为什么？因为我的视觉告诉我说，相对运动出来了。根据官方公布的资料，战机伫暗时7:27的时，飞行的高度差不多是7600尺。新笔记反映伫混乱视线器48秒了后，高度已经降到4000尺。7:28分发出3届跳伞了后，雷达光点消失去。有专家认为，战机自动轰隆的系统伫紧急时刻也会当有帮助。我们比较早买 F-16，好提前享受。但问题是，后续的批次它搞不好又有性能更新呐，性能更新、性能提升啊。你旧的好，我们虽然说有经过凤展专案去做更新，但是目前已知好像还是没有装。搜救行动继续咧进行，事故原因也佫需要厘清，外界也毋忙赶紧传出好消息。公视新闻朱宏志、吴基昌综合报道。这 F-16V 战机伫咧花莲外海来发生意外，引起各界关注。国内使用这 F-16战机是已经要到30档啊，这几档来透过这个航电专案来升级做 F-16V 战机，本地是规划要来加装这个自动防冻地系统，所拢无进展。空军表示讲是已经有甲美国要求，希望伫今年底会当摕到。战机的引擎喷出黑烟，国军三大主力战机 F-16V 实现役上强的战斗机。F-16型机伫台湾服役29年，为着提升战力，空军近年来建立航电专案，由原厂洛克希德马丁主导，后来汉翔公司一平将 F-16AP 型机改造升级成做 F-16V。2023年，139架战机全数完成升级。只不过，这升级的 F-16V 原本的加装自动防冻地系统，让飞行员面临机理混迷，也是飞行时会使自动来优先战机。因过摕伫飞行电脑软体甲美方无共款，需要来整合。对此，空军查测讲已经要求美方赶进度，加速来装机。我们都现在呢都会push 这个美军啊，要尽速的来完成。那我们希望能按照计划，并且提前。在年底就会获得这个 Auto GPS 的这个相关的装置。亚南方向美国采买66架 F-16V 新机，本身就来建自动防冻地系统，头架已经伫去年底收飞成功。外界注意什么时阵会再交运到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冷气团发威，今仔日透早本岛平地上低温是出现一个分林，干那6度7。气象署要针对全台湾19个县市来发布低温特报。今仔日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较大顶的天气，敢若基隆北海岸、宜兰甲双北的山区会较高落雨。伫中部以北到宜兰，低温大约11至13度；南部甲华东地区是13度至15度。你城北部的高温悠原是敢若14、15度尔尔。中南部甲华东地区高温可能会当超过20度，毋过悠原是爱加套衫，因为早暗拢会较寒。
好在天气寒死时，真侪人拢会使用电炭、雾小包等等，毋过得爱特别细致。有民众就讲，伊身躯顶扎一款充电雾小包起咧困，结果因为长时间搭伫工一日，就安尼烫着伤。太平山雾茫茫，关键平台甲部分的路出现结霜，全山天气温降到0度，暗过水汽无够无落雪，上山足细游客明显就较少咯。游客也有上网搜寻啊，因为这波属于干冷，有没有？然后降雪可能几率不高啦。天气冷期间，不少人准备保暖的物件，暗过艺术提醒，最近已经接到真济件民众将充电暖包长时间搭伫身躯使用，甚至搭咧困，起床才发现皮肤烫伤。睡着的时候呢，这个接触皮肤的时间太过于长久，导致于说这个热的效应，那个能量累积太高，导致于说皮肤软组织造成的烫伤。医师表示，充电暖包是长时间加温热源，温度虽然无悬，不过无建议长时间接触皮肤。伫台东有一位真百岁真水苏女士，为了让老大人伫冬天洗身躯安全舒适，特别换一台洗浴机，好等照起过。我希望长辈有个尊严的沐浴的时间，让他们洗澡是舒服快乐的。气象署表示，这波用热带流冷气团升级到寒热记录较低，主要原因是台北透早云层较济，或者冷气无够强，有5到8透早，带流冷气团减少，气温才会小可回转来。暗过隔天有一波冷气团入南，办了进前全台各地早含有关爱水或者冷气加温，出关时阵爱穿护袖。记者综合报道。那咱台湾寒到伫要冻袂牢，伫咧欧洲嘛是受到强烈极地冷空气的影响，包含英国、匈牙利等等，拢伫咧落大雪。伫咧荷兰首都的苏基普机场，也因为积雪已经取消超过800个航班。另外，伫欧洲部分所在是咧落大雨、做大水，赶紧来替你民众。欧洲上届无用的航空站之一阿姆斯特丹斯基普机场，互大雪砍掉咧，变作白茫茫的世界。机场1月7日宣布数百个航班取消，内底旅客客甲伫天，有人等甲伤忝，直接困伫咧涂骹。机场也赶紧设数百张行军床，也提供早顿。I've got to fly today to Düsseldorf, and then they told me it was cancelled. I have to fly to Paris, and they told me it's cancelled. Come from the train, and they told me there's no train. It's the third day today because I've been here since Sunday night. Horrible, to be honest. 除了航空、公路交通同款真热力，卡车伫咧高速公路打出去，吐西车速度真慢，荷兰公路差不多踏要700公里。也若伫咧苏格兰北部阿匹丁郡，甲即场大雪宣告是重大事件，学校甲托儿所连续3天拢停课。Some of the main roads have been fairly difficult. Some of the side roads have been almost impassable. We get as far as we can, and then it means you might have to walk for a little bit to try and assist people who need your help. 欧洲中部国家匈牙利积雪是即几冬来上高的，动物园内底北极熊耍甲真欢喜，布达佩斯居民也欢喜出门咧耍雪。也毋过，即场强烈极地冷空气对巴尔干半岛带来大冲击。波斯尼亚甲赫塞哥维那首都塞拉耶夫通报过去48点钟落雪70公分，市区的交通咧要停去。Our hands are freezing. I wasn't expecting it to be so high. 极地冷空气落南，搁落大水雨。蒙特内哥罗有人因为大水退离，目前冷气团也未登河，或者是隔离伫个风暴会侵袭英格兰南部。当局继续发布第2个等级的柑仔色警戒。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今仔日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自由时报。台中营总逼出放任无医师牌医疗器材厂商来甲因动手术，至少3档，上无有180个患者，毋知甲因开刀的医师已经换人。再来看联合报，牵涉做跨国诈骗的泰资集团创办人兼董事长陈志，已经伫咧柬埔寨互人领起来，遣送去中国接受调查。落尾是中国时报，新版的财委法修正了后，全台湾财政级数是大变动，包含台东、新竹县市拢和台北市同款，算是咧第1级，因若台南甲高雄拢总降级。中国国台办宣布，甲内政部长刘世芳、甲教育部长郑英耀拢列入去台独分子的名单内底。另外，有侦办真济件这国安案件的高检署检察官陈思怡，也互人列做是台独打手。咱的刘委会就强调讲，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批评中国小想要主张对咱有管辖权。刘世芳、郑英耀倒行逆施。台独恶行累累，依法
实施惩戒。中国的国台办初一宣布，甲咱国的内政部长刘世峰、教育部长陈英耀列作台独蛮批分子，指控刘世峰打压两方的交流，迫害伫台湾的中国配偶，嘛认为陈英耀是编台独的教材，阻扰教育合作，发为禁止两个人含亲属入去中港澳。刘会回敬两方互相无隶属是客观的事实，这种甲个案来国刑事犯罪化的做法是无效的后步。所谓的台独顽固分子，全部都是坚决捍卫中华民国存在。那所以政府会继续坚持下去。2021年11月，中国第一摆公布，咱时任的行政院长苏贞昌，佮有尤锡坤、吴钊燮等3个人是台独蛮批分子。2022年8月，佩洛西访台了后，佮有2024年10月，中国联合利剑军演的期间，嘛拢佮新增加几个名单。即马加上2个部会首长加起来拢总14个人。最近访台，国台办批评是唔正人的日本参议员赵平，嘛提出批评。被指定为台独分子，应该是他们的荣誉。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他们授了一枚勋章，说明他们是做了对台湾很好的事情。除了台独蛮批分子，国台办的官网去年3月底嘛推出台独打手强犯的举报专栏，且一个新增加侦办正在件中国间谍案，检高检事馆案件执行必须的检察官陈淑仪，加起来12个，呛声依法终身对质。我们要严正的谴责任何恫吓台湾司法官的行径，我们要全力支持台湾司法官的公正执法。那的确是要针对我们的司法检调单位来进行一个杀鸡儆猴的施压。但是你看过去针对科案或者针对这个陆配案件的一些检察官或司法官本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台湾名单宣布，很明显你都没有确实执行嘛。法务部强调，除了确保检察官的人身安全，对在地协力者涉及犯罪嘛严格惩罚。内政部回应讲，捍卫国家主权的立场未改变。教育部是中心的持续坚守教育基本法的精神，推动爱国教育，守护台湾的民主自由。记者综合报道。日本甲中国的关系是继续的紧张。即马中国的海事局搁在公布，要伫渤海来进行军演。因为中国的商务部嘛宣布讲，对初六开始要加强对日本管制军民两用物资出口，其中也包含稀土，即日本就来表达强烈抗议。中日紧张关系还未转好，中国对日本发动新一波经济打击。中国商务部初次公告，对原产地日本主要用在半导体制成的法律事项发起反倾销调查。经济机构宣布，即马开始加强对日本管制出口军民两用物资，建议中方的清单品项有1005項，其中包含稀土。我が国のみをターゲットにした今般の措置というものは、国際的な慣行と大きく異なり、決して許容できず、極めて遺憾であります。外務省、経済産業省及び在中国大使館から中国側に対してその旨の申し入れを行い、強く抗議するとともに措置の撤回を求め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す。日本外務省表示，亞洲大洋洲局長金正正中已經向中國駐日本大使館提出抗議，要求撤回措施，因為自2010年中日發生釣魚台論盡事件了後，中國多半用稀土牌暫停對日本出口，造成日本所承受嘅經濟損失，即馬閣可能影響日本製造無人機甲國外晶片。中方依法依規採取措施，完全正當、合理、合法。我们敦促日方正視問題根源，反思糾錯，撤回高市早苗首相的錯誤言論。中國外交部回應相關做法是針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台灣有代志發言的反制，而且中國外交部長王毅七日暗時甲芬蘭外長通電話時陣，也講到中方對台灣問題立場，佮批評高市早苗倒行逆施，表達希望芬蘭應理解中方，同時中國對軍事頂權要動作。中國官方媒體央視報上，共軍真正在軍艦甲黃海海峽等區指控資料第一擺海上訓練的畫面。中國海事局也公布，初七中晝到初八下晡6點，各地渤海部分海峽進行軍事演習，針對日本的意味較大。記者綜合報道。另外來看，南韓總統李在明上任了後，頭一天正式去中國來會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雙方在經濟、科技方面有簽真濟項合作的協議，打算要來化解中國長期限制甲南韓交流的禁令。另外，這個李在明也是過來請求中國為兩韓的問題來做共親。
南韩总统李在明去到北京了后，采纳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同见证15项合作文件的签署，包括科技创新、贸易甲环境保护。南韩媒体观察，李在明这届有骨力咧修复双边的信任，想要化解长期影响南韩文化甲旅游业的限韩令。李在明初7来到上海参加中韩创新创业论坛，也佮甲中国机器人握手。伫记者会，伊对双边解决无共意见的进度表示乐观。 이번 방중은 생각보다 더 많은 진전들이 있었던 것 같습니다. 교감도 많이 이루어졌던 것 같고 또 여러 예를 들면 대립할 수 있는 사안들에 대해서도 아주 원만하게 해소할 수 있는 길을 찾아냈던 것 같습니다. 针对愈来愈紧张的朝鲜半岛的局势，李在明甲中国提出要求，希望北京会当发挥区域大国的影响力，推动甲平壤之间的和平通信。虽然北韩伫李在明去访问迄天，搁再试下会谈，不过李在明强调，南韩终其尾拢是甲对话大门拍互开。针对首尔的呼吁，习近平是予伊肯定，不过同时嘛提醒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需要真有耐心。 중재 역할을 좀 중재자 역할을 평화의 중재자 역할을 좀 해주면 좋겠다 이렇게 얘기했습니다. 시 주석께서는 지금까지 노력을 평가하고 인내심을 가질 필요가 있다 이런 얘기를 했습니다. 除了严肃的政治议题，李在明也算软外交。伫社群媒体分享伊甲习近平红包的自翕的相片。李在明表示，这张相片是用习近平去年送的小米的手机翕的，展现双方个人的交情甲互信。除了南韩积极修补甲中国的关系，加拿大总理卡尼嘛要伫13访问中国，这是加国领导人伫2017年了后，让高登搁再访问中国，显示伫美国贸易政策的无确定性之下，各国甲中国经贸甲外交的关系当咧出现一寡变化。公司新闻陈伟玲、吴义昌编译。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去互美国掠去了后，美国总统川普虽然宣布，爱在委内瑞拉的临时政府交3000万至5000万桶的这个原油互美国，而且过来警告委内瑞拉临时总统讲，若唔配合，就会成做后一个马杜罗。 委内瑞拉政局改变了后，美国总统 Trump 伊就铺文讲，美国临时政府加3000万到5000万桶品质足悬的原油交予美国。不过 Trump 强调，这批石油会用市场的价格来卖予人，不过资金是伊本人控制，而且伊个讲会甲款项用伫咧造福两国的人民。已经指示能源部长莱特随执行这项计划，用保存船直接运去美国的码头。美国边境的民众足烦恼的，惊美国安尼做是咧抢资源。 no sea lo que ocurre, a lo mejor ya transó con los gringos. Los gringos, si transó con los gringos, pues que si vienen para acá los gringos, van a ponerse otra vez a la industria petrolera, la industria petrolera va a ser otra vez explotada por ellos igualito, porque siempre ha sido mantenida por los gringos y siempre ha sido explotada por los gringos. 希望 Trump 俄罗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是友好的朋友，不过嘛有威胁。Trump 明确表示，罗德里格斯爱确保美国会当摕到美国足大石油量的完全准入权。美联社分析指出 ，Trump 已经甲 民主选举放伫咧第2重要的位，即卖目标是能源利益。罗德里格斯恐惊共这个时间会面临国内国外拢爱烦恼的困境。And then externally, of course, she's facing demands from the White House and President Trump, who has explicitly said that if she doesn't follow through on granting U.S. access to Venezuela's vast oil reserves, she could be next and follow the line of President Maduro. 为了进一步落实能源政策 ，Trump 预计伫咧拜五伫海澳庄园甲足侪石油的头家高层见面。会议重点除了讨论委内瑞拉石油的运送甲安全链，嘛包括美国未来能源开采计划。也拿 Trump 强硬做法，伫咧国际嘛有真侪反对声音。La operación en Caracas supone un precedente terrible y un precedente muy peligroso, un precedente que, por cierto, nos recuerda a agresiones pasadas. Y que empuja al mundo a un futuro de incertidumbre y de inseguridad. 希望讲 Trump 强调能源优先的政策，不过委内瑞拉政局演变为单纯的民主转型，变作是国际中间的资源比较。这批数千万桶的原油的交接，到底是换到稳定的政权，还是更加深的国际冲突呢？拜五 ，Trump 甲能源高层的会议结果，嘛会变作是观察美国甲美国关系，也佮有全球油价走向的关键指标。公司新闻陈伟进编译。
美军伫咧委内瑞拉行动造成当地有56个人死亡，这也引起隔壁这个哥伦比亚甲古巴是真紧张。另外，美国总统川普搁再讲到，一定要得到继承人的讲法，也是去受到南北总理也个后面的警告。委内瑞拉官方统计，美国跨境逮捕马杜罗的军事行动已经造成76个委内瑞拉安全人员，甲31个古巴军警殉职。司法部长将这场行动讲是战争罪。Se califica jurídicamente como un secuestro internacional y una, como ya lo dije, una privación ilegítima de libertad. Que nosotros hemos designado como Ministerio Público a 3 fiscales en medio de este crimen, de esta agresión inusitada contra la patria venezolana. 川普对委内瑞拉动手，也予拉比人民感觉压力。哥伦比亚伫委内瑞拉边境正派搁较侪军警，气氛紧张。古巴人民也真不安，因为川普测试已经点名这2个好日子无济啊。Colombia is very sick too, run by a sick man who likes making cocaine and selling it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he's not going to be doing it very long. So there will be an operation by the U.S. It sounds good to me. And Cuba literally is ready to fall. 甚至北京前来个发表强硬声明，会提到格陵兰列为美国馆优先事项，而且会达成这个目标。美方咧讨论系列选项，其中包含动用美军。这会和欧洲真生气。格陵兰总理表示，格陵兰想要甲美国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不过未简单被征服。格陵兰主权所属的南北总理也警告美方的军事行动会互北约机制袂顶袂当甲瓦解。The United States chooses to attack another NATO country militarily, then everything stops. That is, including NATO, and thus the security that has been provided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西班牙、英国甲南北领袖前来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北极安全爱伫北约结构之下集体维护。欧洲边国已经加强军事部署，美国依然是重要友伴。不过格陵兰事务干那后，南美甲格陵兰家己来决定。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马上伫国会说明，川普计划是买格陵兰，不是日品，要求幕僚提出新版本的格陵兰计划。公司新闻是会中评价。欧美35个国家组成的志愿者联盟，初六伫咧巴黎有举行高峰会，来讨论陆乌停战了后的因应措施。英国甲法国表示讲，可能会派兵来进驻乌克兰，监督因的军事训练。不过美国是无愿意来派兵。落尾各国唯一的共识，就是利用无人机甲卫星来监督双方停火。虽然俄罗战争停火，甚至和平协议，唔知影什么时阵会讲定。欧美35国组成的志愿者联盟，嘛是积极讨论战后安怎帮助乌克兰得到安全保障。就峰会场合，英法和乌克兰3国的领袖签意向书，英法2国派出几千人规模的兵力，而且伫乌克兰各地建立军事中心，用来做收藏武器装备的场所，而且支援防卫需求。不过对这个议题，德国的态度和英法比起来相对保留。Deutschland wird sich weiter politisch, finanziell und eben auch militärisch einbringen. Dazu kann zum Beispiel gehören, dass wir nach einem Waffenstillstand Kräfte für die Ukraine auf benachbartem 参加会议的各国唯一一个达成共识的具体措施，就是伫战后设立停火监督机制。美国和乌克兰合作来领导，总部会设伫法国的巴黎。根据会后正式出来的宣言，监督机制会动用无人机和卫星对空中来执行。美国并未派兵进驻乌克兰。Some of the other people here talking about land options, that will be the most critical issue, and that's subject. And we're going to be continuing with those discussions, and hopefully we'll be able to meet or come up with certain compromises with regard to that. 外电的报道指出，讲宣言草案本来是列入安怎使用美国的卫星和无人机这战略监控地面的状况，而且支援进驻乌克兰的真侪国的部队。但是伫美方的要求之下，这文字并无列入正式的宣言。另外，监督机制爱安怎运作，各国爱安怎支援乌克兰的防卫，到达成有约束力的条款，拢也讲唔知。对这摆的峰会，关键的对手都是罗西亚，到目前为止拢无做出任何回应。公司新闻施家人编译。国际阁有啥物要紧代，带大家做回来看世界。白宫发表声明，讲美国总统川普已经签署公告，宣布美国要退出35个非联合国组织，也阁有31个无符合美国利益的联合国机构。
美国移民甲海关执法局 ICE 伫咧明尼苏达州执法，有一个查某人赛车要来甲因弄，将来叫因开枪弹死。国土安全部已经认定这案是国内的恐怖主义。落尾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讲，美国应该比较对付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做法，甲车臣共和国的领导人救落台，进一步来对罗西亚施压。镜头转来看国内，根据国际劳工组织资料库资料显示，台湾的劳工一礼拜上班39.05点钟，排名第54名。这工作时间是比日本、南韩还阁较长。劳工团体就批评讲，亲像制造业等等，因为薪水较低，才用加班来增加劳工的收入，要求政府应该去关心。人客退房，工作人员随来整理。无时间通休困，工作无轻松，尤其是旅游大家更加是真无闲。不过，台湾劳工的工时不是用批评相长，也用工作时计入指导。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资料显示，2024年台湾访车人平均年工时是2030点钟，平均一礼拜工时是39.05点钟。伫99个国家甲区域内底排名是第54名，这时数比邻近的韩国甲日本较悬，尤其是日本一礼拜工时也无到32点钟。台湾因为部分工时的那个劳工人数占比就3%到4%，比例比较低，所以我们跟全时的劳工的工时平均数就相对高一点。劳动部讲，台湾的全职员工比例比日本、韩国较悬，像是日本的部分工时员工就有3成，造成台湾的一礼拜工时呈现较悬的情形。不过，劳团认为讲，若是扣除部分工时的部分，台湾劳工的工时也是真悬，像是部分制造业者薪水较低，造成劳工想要去加班来增加收入。即使我们扣掉这个部分工时的这个人数之后，我们的这个平均的工时其实仍然高达了41个小时，所以整体上来讲还是一个比较偏高的一个状况。我们的部分工时长期以来都缺乏相关的这个保障。统计一礼拜工时比60点钟较少的行业，亲像职员服务业的保全、清洁服务，也是批发甲零售业、旅宿甲餐饮业，也有医疗相关的工作，像护理师，拢包括在内。不过，像因为 AI 产业形成和电子零组件的从业劳工加班的时间是大大增加。根据主计总处统计，去年10月加班也超过30点钟，创下超过45年来新高的纪录。学者认为讲，这会造成有关制造业平均的工时。加班时数高达30个小时，或是更多一些，但是它还是我们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当然，也凸显出来电子科技的产业那个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需要。对着台湾工时的情况，劳动部讲，确实也有改善的所在，像是上加工资，近10年来拢有调升，并且立法保障，这拢是改善的做法之一。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在阮正正发生随机乌白杀人的事件了后，就有人开始伫咧网络乌白作乱、乌白放刁。亲像伫台中市，就有一个姓黄的警察伫社群平台闹话，讲要对市长罗秀燕等人不利。另外，伫台中清水嘛有一个查甫人，同款是伫网络顶悬甲人乌白恐吓，这两个人即马拢去互提起公诉。台中市长罗秀燕看榜面部被迫害，文理社讲要对市长甲侦查队副队长这人不利。发文的是台中市第2分局侦查队一个姓黄的侦查组，检方调查了后，查7个依照恐吓公众的罪嫌提起公诉。张贴涉及大规模随机杀人、枪击特定对象等具体暴力恐吓内容，足以引发社会恐慌，严重危害公共安全。认定张姓及黄姓被告所为，已明显逾越言论自由范围，对社会秩序与公共安全造成实质威胁，均犯刑法恐吓公众等罪嫌，提起公诉。另外，一个担任中区作业员的43岁市长的查甫人，在8节随机攻击事件了后，也伫社群发文恐吓，互新北3甲警方抓起来。伊讲是好算作业，相关互依照恐吓公众的罪嫌来起诉。检方讲，这姓黄的侦查组做警察3年，也是警专第1名毕业，有袂少家长甲技工的记录。也来伊有警察的身份，言行会使动摇公权力的形象，对公共安全的危害真大。检察法院将当来量刑。法界是认为讲，应该对伊的心理状况来做判定。本案的关键是在这警务人员是不是存在精神上的障碍或心智缺陷。如果存在的话，他可能可以获得减轻其刑。所以检察官从
请求从重量刑是有道理，但是被告会不会从重量刑，甚至获得减轻其刑，很重要，未来必须依照医学鉴定来做明确的判断。律师讲，依法这个侦查组会使加重量刑，不过若是有具体证据证明伊伫发文时因为精神的障碍，也受其他心理的缺陷，造成伊辨识行为的能力明显降低，会使减轻伊的刑期。台中警方讲，4、5个侦查组即阵停职，会看伊的实际状况来讨论是不是要改免一处分。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真侪诈骗的共犯去 ATM 领钱的时阵，拢会包假，互人认袂出身份。这警政署就向金管会来建议讲，要要求民众使用 ATM 的时阵，要甲喙暗帽啊等等摕落来，互人翕袂着面。即卖呢是讲会先用警示来提醒民众，也毋过嘛袂因为无甲帽啊喙暗摕落来，就互民众袂当领钱。过去真侪车手伫 ATM 偷领现金的时阵，拢会挂喙暗或者是戴帽仔，避免面互镜头翕到，安尼做法也增加查缉的难度。传出警政署建议推动民众用 ATM 的时阵爱露出面部。你未露出完整五官，请脱帽、口罩、拿下太阳。为了阻诈抓车手，现在戴口罩和戴安全帽，到底能不能在 ATM 提领现金，也成为讨论话题。不好，没有必要这样。因为现在戴了口罩、戴了安全帽进去，就觉得不安全，那我们在那个地方也会觉得是不是有什么目的，所以我认同。对整个治安也是有好处啦，因为它破案也比较容易。实际到银行 ATM， 发现你若是挂喙暗到 ATM 领现金，就会出现警示音，提醒你露出面部。不过即卖制度是，就算你挂喙暗或者是安全帽，还是会领现金。传出银行业者表示，若民众是伫便 ATM 领现金，甚至民众为防止病毒感染，拢会挂喙暗。硬逼民众将喙暗摕来才会领，恐惊引起扰民的疑虑。例如说，他可能因为疾病或者是伤残，那他的人脸辨识不过。那他是不是就没有办法领钱？那这可能会影响到客户的权益。那一方面也是，就是像这样子的状况，可能客户就会变成是跑来银行去做申诉。那其实对于行员来说，会压力蛮大，是他可能业务很大一部分就变成是他要去回复这些客诉、处理这些客诉。会增加这个脱下口罩或是安全帽这样的提醒。那大家也会再观察一下后续施行的情况，不会到强制说戴口罩就不能领，对不对？对对。为避免强制提出暗落来才能到 ATM 领现金引起民怨，警方会建议用妈妈来方式，由警政署提供银行名单，成为车手定定领现金的 ATM 热点，新增面部辨识，同时鼓励银行加装 ATM 面部辨识系统，发挥警示功能。记者综合报道。新的一年，刚过一礼拜，伫咧新北就已经抓到超过50件假毒赛车骑车案件。亲像伫咧三重埔甲邦桥，拢有民众骑奥多摆拒绝临检，还阁走互警察咧捉。落尾也是去互警方抓到因有假毒，依照毒品条例来移送，而且针对这交通违规的行为，也得爱吃罚单。警方查查强凶汽车技术50受检，反倒来加速逃走。警方对男趁机会将人压制，比例细楼技术验出毒品，阳性反应，甲侪人身躯拢超出依托米兹烟雾弹。涉嫌毒品妨碍防治条例，会再把你们两个逮捕。下暝注意到是7日半暝11点外，伫新北市三重埔骑车颠倒向，引起环境注意，即马被依照毒品条例定罪嫌疑杀。麻烦拦截围捕。另外，伫邦桥发生假毒骑机车。27岁姓张的查甫人7日暗时11点外骑车背手机个弄红灯，看到警方向前，马上吹油门逃走。张男违规行为告发22张罚单，计处新台币131300元罚款。全身躯无毒品，不过经过喙烂快筛验出阳性反应，正被依照毒品条例侦办。这场警匪相招伫邦桥车站就会发生，迄时阵已经未少车经过，好在无影响其他人。若是伫高峰尖峰时间，恐惊更加危险。当然的确会造成一些不特定多数人的一些的这个公众危险了，公众出入或是一些比较大，比如像车站附近，绝对是我们讲到的这个让大家陷于危险之中的这样的一个危害性可能会更大。今年到7日无到1礼拜，新北市就查到食到骑车的件数多52件，学者建议有关委员好做预防，包含强化宣导法律规范等层面，唔通冲击到安正做道路的无定时炸弹。记者综合报道。
刑事局有查到一个涉案嫌犯甲境外诈骗集团来斗空，找国内中国车行合作，怪受害者去甲这车行办贷款，用不动产来抵押，造成被害人伊的厝甲财产都损失去，拢总已经有47个人受害，损失的金额超过大票2亿。刑事局甲管区的去申报一个涉案的主嫌引导，他因无注意甲抓起来。记者。另外一批人伫咧申报即个二手车行抄到相关的证物，刑事局追查民众去互假的检警诈骗的案件，发现有不法集团伫咧背后控制，查出涉案的主嫌甲境外的诈骗集团合作，想骗受害者假投资，资金若是无够，或者是想要增加投资，就会转互特定的二手车行来办贷款。境外机房先以假检警或假投资手法诈骗被害人，如被害人现金或存款不足时，再诱骗被害人向二手车行申办房产抵押贷款，之后该车行再中介被害人向特定配合的民间金主及地政士办理不动产抵押贷款。刑事局表示，这间车行甲帮派、金主甲特定的地政士交结，甲受害者名下不动产设定抵押，毋但抽真重的服务费甲利息，甚至陪同受害者完成地政对保的程序，了后，佫甲贷款的金额交予集团的车手，表面上是专业的协助，实际上是诈骗的中介站。该车行表面上经营二手车买卖，实际暗中从事融资及不动产抵押贷款，另创设贷款通、超级贷、快速贷及购好贷等赖账号，谎称快速申贷、快速拨款，警示户呆账皆可处理。刑事局目前查出47个受害者，财务损失有甲2亿。其中一个70岁受害者被诈骗的金额有甲3300多万，毋但房产的损失，欠的钱规个拢乌有去。从去年4月至8月初早，拢总查到34个人到案。专案以诈欺、挡赖、洗钱、甲组织犯罪等等的罪嫌移送家己检方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环保局有5个清洁队员休困的时阵去探挂路啊，竟然是驶在公务车去餐厅或者是人家厝，甲人斗清水沟啊。环保局发现了后，已经甲因移送检调侦办，落尾这个人是以3万至8万来交保，专案也搁咧调查当中。抽水管侵入排水沟，甲涂埋这垃圾抽出来。环保局的清沟车主要是用伫咧清理排水沟含下水道的管线，但是高雄所传出有清洁队员伫咧休假的时阵，驶清沟车去餐厅还是民家厝清私人的油污，大概收几千块的作业费，还是替熟悉的人免治病。主动移请检调侦办，环保局亦配合调查侦办。本事件发生后，环保局已加强公务车辆管制，并持续加强进行员工法治教育训练及廉政意识，避免触法。5个清洁队员伫民国109年到111年间，驶清沟车去趁私人清洁的钱。环保局伫111年12月查到，移送检调侦办，经过长期的搜证，检方伫查6约谈涉案的人员。他们做出来的违法的事情，是他们自己要去对他们的行为去负法律的责任啊。民众嘛感觉公器使用是有问题，餐饮业者私底下讲线是炸油做，差不多1-2个月会请人来拼一摆。介绍看油的状况，伫6000到12000，毛便当店拢是家己咧拼。阮的小弟逐工请，毋过阮拢会头正10天，也是头半个月。人咧甲阮请的人大概会来请。5个清洁队员是讲用公务车去趁家己的钱，先后以3万到8万来交保。检方照涉贪污罪嫌，持续调查厘清。环保局嘛召开即工考核会，会对因做行政定处。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高雄的新闻，有一间专门咧卖帝王金日本牛排海产行，进前去甲前顶渔港的盘商来买1000外包的台湾蚵仔，所发现讲根本就是越南来的。这盘商也有承认讲，伊是摕越南的蚵仔加做台湾货伫咧卖。落尾这高雄地方法院是依照诈欺定罪，甲这个盘商判刑4个月，会当换罚金。嘉义东石出产的蚵仔全国有名，伫咧各大卖场定定会当看到著名东石蚵的产品。毋过高雄即间专门卖日本高级帝王金的高级海产食品行，伫咧113年10月用一包60到70块的计数，甲前店渔港姓高的盘商挂过买东石蚵，拢总卖1034包。后来所获食药署验出，这蚵仔拢是进口入来的越南蚵仔。食品行业者发冤枉，讲家己互骗去嘛是受害者。姓高的盘商落尾也承认用越南蚵来假。它标示的是嘉义东石产，经送
农业部水产试验所鉴别结果为境外牡蛎。已经涉嫌有虚伪标记产地及诈欺的情事。4个月搬上最后，互法院判有期徒刑4个月，会当移扣罚金。食药署表示，因为愈来愈常发现有进口鹅假做台湾鹅的代志，这2年定甲卫福部发动联合稽查。咱实际来到高雄目标黄昏市场，档仔顶悬放的鹅仔大个水。摊商老实讲，因为台湾赶人的鹅仔无够肥，所以对换卖越南鹅卖照实甲人客讲。每一个人做生意的心态我不清楚，但是我们这边的客人基本上我都会告知他，就是有问我会诚实告知，要不要买他自己决定。当然我们有认证的话，是对消费者跟对我们业者更好啊。你若认证了有好有政府来给咱把关，咱是咱在推广的做如何推广。然后客人吃也吃得安心。嘉义东石的餐厅业者强调，越南鹅甲台湾鹅对外观真正看不出来，敢若食落腹肚才有差。目前嘉义县政府有咧做东石鹅的溯源认证，不过这制度应该要做较完善咧，安尼消费者买物件才有保障。记者柯家如柯昭勇综合报道。最近有民众伫咧高雄寿山动物园拄着高山仔来抢因的饮料，边的朋友看到阁有高山仔冲过来，就去拍这只狗。对动物园就表示讲，因拢提醒游客食的唔通摕伫手里，因若拄着高山仔是千万唔通动手来攻击，若无恐惊是会违反着动保法。高雄寿山动物园内底，民众看到几只台湾狗一直饲活内，惊甲哀哀叫，连伊手顶的饮料都去互狗抢去，民众无欢喜，随伫高山的头壳扒落去。这个画面打起网络，遂引起讨论。有民众认为，动物园内底四界拢有做告示提醒游客，手莫摕食的挂塑胶盒，避免人甲狗发生冲突。这个民众无遵守，佮拍狗，实在真唔通。手袂使有摕物件嘛，还有塑胶袋一定不要露白。还是你提了塑胶袋，不管你是垃圾还是怎么样的话，反正他一定会抢嘛。好，还有那个你背包一定要注意。它还是基本上它还是野生动物哈，它还是受那个动保法跟野生动物保育法的保护。那所以我们都是以不骚扰、不虐待为原则。动物园表示，民众拍高山的行为有违法的记录，是不是爱罚？这部分要送交农业局去认定。这几年因为台湾狗甲人的接触变多，冲突事件也才发生。虽讲台湾狗已经不是保育类的，不过也是受到法令的保护。民众袂当主动去对高山做出任何无妥当的动作。若是当着高山主动接近，也是跳起来身躯顶，台湾狗强尊推广协会也教大家正确的处理方式。是狗要说你爬着你的身躯，唔通甲拍，嘛唔通甲赶。你甲你的物件呢，你的骹棒呢，爱伫胸坎头前，位头直直行，伊就会落车。唔通去甲赶嘛，唔通讲想要甲害落的。协会表示，若去甲高山活动的所在，头一件代志都是食的一定爱收起来。若是物件互狗抢去，就准拄煞，唔通想要虐，也是出手甲拍，因为安尼有可能会害家己，去互狗咬着伤，嘛有可能会违法。记者柯家柯昭勇高雄场报道。这几天受到冷气团的影响，伫台北车头地下1楼的铁路拢膨胀愈变愈严重，而且那车头内底伫一寡大楼外口的铁路嘛拢落落来。台北市监管处就提醒讲，若是这大楼无做好防护甲安全管理，上当会当罚到30万；也若是超过10档的建筑物，会当来甲市府申请维护的费用。大批的铁路碰起来大约10公分高，而且范围是真宽，差不多36平方公尺。这是台北车头的地下1楼，范围是愈碰愈大片。有专家指出，铁路会安尼，是因为这几日有强烈冷气团刷走小碰冷球，造成铁路膨胀。膨胀的意思就是讲，你铁路甲迄落水泥箱哦，已经无连做伙啊，伊不出来，你填冷的时阵，扭起来的时阵，伊铁路就中。有空气。专家讲，铁路的膨胀主要原因有分3种，包括烧碰冷球、施工品质无好和地动。若是地板的有问题，大楼外口的壁嘛同款。台北市政府提起，最近因为冷气团落南，真侪大楼会出现铁路落来的情形。市府表示，若是大楼无做好安全的管理，通罚6万至30万；若是造成伤亡，恐惊要面对民事和刑事的赔偿。屋主管理委员会一定要重视外墙的安全，平常就要自己检查，像是瓷砖有没有鼓起、裂开、松动。如果发现有状况，要先拉封锁线，并且尽快请专业厂商来维修。
为着要鼓励民众维护建筑物，民众会当甲台北市政府申请修理费用，补助的对象是10栋以上的建筑物，上济补助20万。市府也提醒民众最近尽量行丁仔脚，避免去互太路卡着伤。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最近高丽菜正俗，挂价1公斤才10块尔。农粮署表示讲，最近因为这冷气团的影响，菜色收成会较慢，供应量嘛会较减少。而且天气寒，民众较介意食火锅、食好烧烧，这高丽菜需求嘛会增加，价数应该就会回稳。规区的高丽菜逐粒拢大个水，即阵当是高丽菜大出的季节。目前市场挂价伫10块左右，因为价数伤低，中华农民规气伫网络花贵箱咧卖，想讲价减摊，一箱20公斤敢若卖200块尔，嘛有在网络的民众是直接到田里买。现在现采的很好吃，可以多买一点，趁现在新鲜便宜啊。即马就是价小伤俗啊，就是一定爱找一寡通路，让价格可以再往上。莫讲规个拢安尼了钱安尼，多温会使甲伊送到厝，伊嘛免去饲仔费，我就甲你送到厝安尼。农民表示，一般关山高丽菜差不多10月产量就会较少咯，但是因为今年天气较晚寒，关山高丽菜产期久长，产边地高丽菜大出的时间相差，影响到高丽菜价销，甚至有崩盘情形。所以农民想出产地直销的办法，希望种做心血，成本会当回收。那农粮署表示，即阵天气开始变寒，对菜色价销提悬是有帮助的。目前的一个气候来讲，有大陆冷气团的一个南下，变得冷凉哦。国内的一个蔬菜的一个产量的部分变得比较稳定。那在市场的一个交易的量跟价格的部分，也有一个比较趋缓的一个情形。农粮署指出，天气寒，菜色大较慢，产量若较减少，价销自然就会起。佮加上不少人会食卤、食火锅，菜色需求量增加，预估对农民的收益是有帮助的。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文化部当年拢会主办台北国际册展，也今年的主题是泰式创意生活。伫咧泰国主题馆有展出50多本的代表性作品，包含绘本、小说、有同性爱创作等等。泰国主题馆表示讲，希望未来会当进一步和咱台湾来合作，也文化部嘛鼓励学生会当来设册展，使用文化币。桌顶有真侪无同国家的册，今年台北国际册展主题是泰国。泰国主题馆拢总有37间出版社参展，有50多本代表性的作品，包含泰国的绘本、小说、汉笔的路等等的作品，嘛有10位作家、创作者来台湾交流。泰国出版书商协会讲，希望透过这摆的展览，会当进一步和台湾合作，强化连结。We have the most popular GL publishers come here. To Taiwan to have her first introduction with the Taiwanese audience. 主办单位文化部表示，这届是第3届邀请泰国做主题国家，会透过历史、政治等等多元的类型出版品，来呈现泰式创意生活的主题，也互民众通好透过册展来了解东南亚的文学。让读者能够从味觉、听觉还有身体到语言的部分，让我们来全方位的感受到泰国的创作的灵魂。对这个书展的重视的这个热潮跟大家的热情越来越高，所以在2026年来申请参展的家数跟展位也是破纪录的这个高哈。台北国际册展拍算伫2月初3至初8，伫世贸1馆。除了主题馆有展览泰国的创作，目前初步的规划也有捷克馆、法国馆和印度馆等等。文化部希望邀请民众来设册展，嘛鼓励学生使用文化币。记者陈心动、王志光台北报道。镜头往来看澳洲一个城市号做金皮，最近这几档当地一款受到法律保护的夜婆，这数量实在已经变甲太侪啊，会造成臭味甲噪音等等的问题。所以目前这当地政府已经向中央政府来讨救兵，希望甲一寡夜婆给赶走。路边的树林内底看起来好亲像被鸟仔咧飞来飞去，毋过详细观察所发现，这鸟仔好像是倒挂伫树花顶悬，原来飞来飞去的毋是鸟仔，是皮婆。
在澳洲昆士兰州，虎虎是受联邦政府的环境保护甲生物多样性保护法保护野生物种。不过，为2010开始，因进入当地都市禁皮，迄群生团数量达到惊人数字，开始影响居民生活。The bat droppings and their impact on our trees, because when they're hanging off the trees, they actually weaken them and they start collapsing. 居民内文表示，这壁报唔但破坏树啊，造成死亡，也无法度附近啊动物伫门口埕咧佚佗，因为壁报的白色背或者是死亡尸体，拢有传染病风险。加上这壁报常常无分一mê一直叫，拢互居民烦恼会对人体甲厝内底宠物的健康造成影响。虽然居民想要修正树尾，减少壁报生团所在，或者是装灌溉喷水系统来赶走，不过效果无够好。因为这壁报伫澳洲的生态系统内底扮演重要的受分角色，受州政府甲联邦政府立法保护，无法度扑杀。金皮市长已经向中央联邦政府寻求协助管理，赶走壁报，佮要求州政府甲联邦政府提供帮伞回顾方案，补偿居民的损失。You need to buy out these homes. They are worthless. No one would go and purchase a home and have bad excrement and noise 24/7. 目前，澳洲联邦政府用拨钱超过5万澳元，相当106万台票，予金皮市府协助管理赶走壁报。不过，对是毋是提供帮伞回顾政策却无回应。动物生态学家建议，将那生态地树啊、食物转离人大的所在，无得较应减少对居民的影响。公司新闻，陈时东报道。真侪人爱唱歌，伫咧世界上幸福的国家芬兰，当地人嘛是真爱唱歌。遐个卡拉 OK 店甲台湾的便利商店同款侪。我近北极款的罗瓦列米，除了世界有名耶诞老人村，迄看起来无人烟、大细郊区，其实温状热烈、花花滚的一面。手提麦克，目睭注视伫荧幕顶的歌词，开喙唱出好听的歌。这就是芬兰民众上爱的卡拉 OK。31岁的观光业者迪亚，下班上解的活动就是去酒吧唱卡拉 OK。家己唱无够开，招伴做伙才欢喜。I like karaoke because, well, obviously I didn't end up being a famous singer, so I think that's the closest because I didn't end up in a band either. And in my family, we have been singing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so it's quite familiar. 芬兰的文化上顶除了耶诞老人、芬兰语甲平常学起，还有卡拉 OK。这项娱乐文化为80年代尾传入欧洲了后，就变做芬兰人热爱的国民消遣。像迪亚同款的少年世代，唔但唱流行金曲，老歌嘛照常唱。In Finland, we have a lot of karaoke songs that are really good, especially the older ones. 芬兰民众爱唱歌，唔是简单为着欢喜，透过演唱传统芬兰歌曲甲国际热门金曲，展现对文化的认同。根据统计，20年前，芬兰有卡拉 OK 设备的酒吧甲餐厅，都有要换2000间，平均每2000外人都有一间卡拉 OK 店，密度简单输目前台湾的便利超商1点啊。做线顶卡拉 OK 的音乐制作加加乐表示，伫一个外国人眼中，芬兰人冷静佮理性，毋过摕着麦克就会显出特别的真性情，而且无论到地，拢会当唱甲开怀。In Finland, you might encounter karaoke in every city, every small town. There's people singing in karaoke bars, but then they sing home with their mobile devices. They sing in saunas. They sing. I've seen people singing in a small rowing boat. I've seen people singing out in parks. Karaoke is everywhere in Finland. Finnish people, they can sit for half an hour without saying a word in a bar, just zipping their beer, and afterwards they say that, hey, thanks, it was a great night out. We had such fun. 芬兰人唔但被动唱卡拉 OK， 佮积极筹办活动甲比赛。2008年，一间俱乐部就连续唱超过216点钟，首创卡拉 OK 马拉松的金氏世界纪录。佮有一对介意三温暖的翁仔某，因为安尼来创办世界知名的卡拉 OK 锦标赛。A Finnish couple in a sauna started thinking about, there's this Finnish championship, but is there a world championship? And they immediately Googled it and found that there is none, so they formed it, and they had this network of karaoke loving people, so they managed to get 7 countries represented in the first year, and there was double the amount on the second year.
牛津大学科技研究中心的年度报告显示，芬兰已经连续8档被评做全球上幸福的国家。若卡拉 OK 正正是民众小偷情绪、遗下幸福感的关键秘诀之一。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天气报道在，咱做回来关心今仔日有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11度至15度。中部地区11度至20度，南部地区12度至22度，东部地区12度至20度，还有外岛地区10度至17度。咱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林雅纯，祝您平安顺心，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